嗱，每年一到咗聖誕、元旦呢個雙旦節日咧，樓市都會出現一波節日嘅優惠潮。但係大家又知唔知咧？買樓最大嘅係信息差，從來唔係咩優惠幅度有幾多，而係3個字特價房。我可以大膽啲講句啊，如果大家咧唔掌握特價房源呢一個信息差咧，你喺節假日買樓咧，好大機會會買貴。點解咧？因為大部分人買樓都係啲刷下平台啊，睇下價單啊，聽個發展商宣傳啊咁，然後咧就按公開嘅價錢咧去選擇。但係大家以為公開嘅價錢就係真實嘅成交價咩？你以為節假日啲價錢就係底價？嗱，唔一定㗎。公開嘅價錢咧，通常會比實際嘅成交價咧偏高啲啲，而且咧節假日嘅優惠咧，多數只係一個營銷包裝。真正買得抵嘅人咧，永遠都係嗰啲識揸住內部特價房源嘅買家。咁特價房又係點嚟嘅咧？邊度又會有咧？係咪聖誕啦、元旦咧都會出咧？嗱，我講翻句實話俾大家聽下，幾乎所有樓盤都會有特價房源，但係咧永遠唔會公開寫出嚟啦。嗱，特價嘅房源咧出現通常幾個特徵嘅，第一就係出現喺市場淡旺轉換期。例如聖誕啦、元旦嘅前後嚇。第二就係數量真係極其之少。第三就係折扣隨時會變化㗎，有時力度咧好大。第四可能基本上都係啲特定嘅樓層啦同埋方向。第五就係唔一定個個都攞得到。最關鍵嘅一點係咧，開發商會將特價嘅房源優先放俾合作深入嘅渠道，一般都係年末業績嘅衝刺啦、節假日促銷嘅期間啦，開發商咧會揾我哋呢啲長期合作嘅團隊商量啊，提供一啲內部嘅政策，而我每次咧都會非常之強烈咁要求開發商啊，一定要攞出額外更加低優惠折扣嘅專屬房源，俾一啲一直支持我嘅觀眾朋友上車先。所以點解咧，我可以幫更加多嘅觀眾朋友爭取到比市面更加低嘅成交價啦、車位券啦、物業費嘅減免啦，甚至乎係底價之外嘅額外優惠咧。如果大家咧真係想喺聖誕啦、元旦啦期間上車買翻一個抵灣嘅單位咧，就一定要問有冇內部嘅特價房源啦，有冇渠道折扣啊，有冇額外嘅 discount 可以疊加咧？如果大家想了解某個樓盤而家有冇聖誕或者元旦嘅特價房咧，可以直接留言樓盤嘅名稱啊。如果大家唔知道自己預算可以買到幾靚嘅樓咧，都可以點擊我頭像留言特價房3個字，我會根據大家嘅預算啦同埋需求做翻一份專屬嘅節日購房方案，等大家喺節假嘅時候咧唔會買貴，唔會買錯，唔會行冤枉路啊！同埋最緊要都係嗰句啊，一定要約我咧帶大家實地嚟睇睇，唔可以偷懶啊！嗱，我係咩慧敏，希望可以幫大家喺灣區實現真正嘅輕鬆無憂置業。